大家好啊！呢幾日呢，無論係香港定係美國嘅股市，都俾關稅戰就搞到風起雲湧。咁呢一個關稅戰呢，當然係特朗普主動掀起嘅一個世界大潮流啦。但係呢，我哋睇特朗普呢一個關稅嘅施政嘅政策呢，其實就可以參考一本書。嗰本書嘅英文名呢，就叫做《No Trade is Free》。中文譯法呢，當然係沒有貿易是免費的。呢本書嘅作者呢，就係一個叫做萊澤希澤嘅人。呢個人呢，就係美國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就俾佢委任同埋提名咗成為第18屆嘅貿易代表。咁你參考呢一個人嘅呢一本書呢，咁你就可以了解到特朗普而家嘅貿易政策呢，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其實呢本書咧都講到非常之明顯㗎啦，而且佢基本上就同特朗普嘅一個嘅關稅政策咧，就係完全一樣。雖然今屆特朗普第2屆任期咧，就冇用到呢個人成為貿易代表，但佢嗰一套嘅關稅嘅施政方針咧，就同佢呢本書所講嘅指導方向咧，就係一模一樣嘅。好簡單啦，我哋一開始啦就了解到啦，其實呢一個嘅關稅政策點解會出現先？好多時咧，我哋喺80、90年代之後啦，我哋成個世界咧就係一個嘅自由貿易嘅大潮流。每一個國家同埋地區之間咧，其實都係接近呢個嘅零關稅。呢一套嘅諗法咧，就係嚟自當年其中一個嘅好出名嘅經濟學家啦，就叫李嘉圖。佢嘅比較優勢理論，即係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咧，佢係應該生產自己嗰一啲相對成本較低嘅一啲嘅產品。而不同嘅國家透過呢啲產品嘅互相貿易咧，咁成個地球嗰個經濟嘅大餅咧，就能夠做到最大。呢一個就係好出名嘅比較優勢理論。但係呢本書個作者咧，萊特希澤咧，佢就覺得，喂，呢一套雖然係啱嘅，但係咧佢亦都有好多嘅界外效應咧係存在嘅。界外效應有啲乜咧？就係令到一啲本土嘅公司或者工廠咧去到外流。佢開頭其實呢本書都講得好煽情性啦，即係其實佢由翻佢出世嗰一個嘅地方講起。佢就住喺美國嘅一啲嘅獸帶啊。所謂嘅獸帶就係一啲生咗銹嘅一啲嘅工業帶啦。呢啲咁嘅工業帶咧，就喺呢個自由貿易主義殺到去美國之前咧，其實就喺美國嘅一啲嘅工業重鎮嚟嘅。呢啲工業重鎮咧，就係生產一啲汽車啊，生產一啲嘅鋼鐵啊，或者一啲嘅煤業啊，即係燒嗰啲煤啊，即係呢啲工業嘅一啲嘅咁嘅地方啦。但係咧，當全球嘅自由貿易主義殺到嚟之後咧，好多嘅呢啲工廠咧都變咗係由其他國家咧去肩負嗰啲嘅責任。譬如我哋見到美國嘅一啲本地嘅汽車製造廠咧，就變咗去日本啦，即係喺呢個嘅戰後咧，日本就俾美國扶植成為一個嘅汽車出口大國啊嘛。去到今時今日咧，日本嘅汽車都跌咗落嚟啦。你見到國際間嘅主流，當然仲係 Tesla 啦。但係咧，有一啲中國嘅汽車商咧，都係相繼冒起啊嘛。例如呢個比亞迪啦，或者吉利啦，其實呢啲咁嘅汽車廠咧，都喺全球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份額。個問題就嚟啦，美國咧嘅一啲本土嘅製造業工人咧，就因為嗰啲嘅廠房轉咗去一啲其他國家，而面對住咧失業嗰啲嘅問題。所以點解嗰個獸帶咧就叫獸帶，即係講係一個即係呢個叫做生咗銹嘅一啲地區，就工業嘅地區就興旺不再呢一個咁嘅情況。所以我哋見到咧，呢個自由貿易咧帶嚟第一個對美國不利嘅原因咧，就係一啲嘅低下階層啦，就會有個生計嘅問題。可能你會話，喂，咁其實美國咧都成功轉入咗一個供轉服嘅階段啦。所謂供轉服咧，就係呢個工業
轉服務業嘅一個嘅階段。咁你以往可能就係依靠住一啲汽車工廠或者重工業嘅工廠生計嘅一啲咁嘅工人，喂，咁你咪可以轉到去服務業嗰度去到發展咯。咁服務業包括啲咩啊？就係美國嘅一啲嘅金融業啦，或者係科技嘅高新產業啦。例如係一啲譬如你係做 Facebook 啊，你係做 Google 啊，呢啲咁嘅大型企業，咁你轉型咪得咯。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你一啲嘅咁嘅工人咧，其實本身嘅學歷咧就唔係好高嘛，或者佢哋本身已經係適應咗啦某一種製造業嘅生活模式啊，佢唔係咁容易咧就可以幫自己轉型，去投入一啲嘅即係所謂服務業啊、金融業啊或者高新產業。咁所以咧，其實你見到特朗普咧，今次贏第二屆選舉咧，其實佢除咗選舉人票係贏之外咧，佢喺全國嗰個總票數咧都係過咗50%。咁啊個原因咧，好大程度就係一啲嘅低下嘅工人咧，嗰個製造業工人，其實呢一班人咧就係全球化嘅受害者啊嘛，而佢讓美國再次偉大，去到吸引一啲工廠重新回流翻去美國嘅呢一套故事咧，係吸引到呢班人，因為佢哋係呢一套咧可以解決到佢哋嗰個嘅失業問題，亦都可以幫佢哋嗰個收入上升嘅。咁當然啦，有一啲支持自由貿易理論嘅人就講啦，喂，咁你美國係呢個貨幣發行國嚟噶嘛？你啲美金咧，suppose 你係有一個可以自行發行嘅一個咁嘅能力喺度嘅。咁即係你當美國政府唔夠美金嗰陣咧，就可以向聯儲局就借債啦。咁聯儲局就會發行一啲嘅債券俾美國政府，咁啊嗰嚿錢咧就打咗落去美國政府嘅戶口嗰度。而美國政府咧，只需要向聯儲局咧每年交翻利息咧，咁其實就變相有源源不絕嘅新錢咧打去美國政府嗰個嘅帳戶嗰度。咁而美國政府就可能靠住一啲嘅津貼啊、資助啊，咁將嚿錢咧再轉介翻咧俾一啲嘅美國人，當中亦都包括一啲嘅低下階層啦。咁佢哋個消費力就會增強，咁佢哋就可以透過呢一啲咁嘅資助啊、津貼咧，去買翻一啲外國製造嘅產品。咁但係咧，呢個羅迪希澤咧，佢有個反駁嘅，咁佢就話：喂，咁雖然係你掌握咗嗰個貨幣嘅發行權嘅，咁但係你透過住呢一種嘅全球貿易，咁你就滋長咗咧一啲嘅外匯嘅流失。咁即係譬如舉一啲例子，就可能70至80年代咧，日本就從中就賺到好多美國嘅外匯啦，一個嘅美金啦。咁而喺中國加入咗 WTO，即係2000年之後咧，亦都係靠住出口好多嘅商品咧，賺到好多美國嘅外匯嘅。咁你就咁睇，喂，咁你日本同埋中國咧，其實揸住嗰啲都係美金嚟啊嘛。而站喺美國嘅本位嚟睇，你揸住嗰啲錢咧，其實我可以瘋狂印㗎喎。咁所以咧，你又完全威脅唔到咧美國呢個國家。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喂，你日本同埋中國咧，攞到啲美金之後咧，你可以用第二個方法去到儲存呢一筆嘅財富啊嘛。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即刻用呢啲咁嘅外匯美金咧，去買翻一啲美國值錢嘅資產，例如一啲嘅美國嘅房地產啦，或者係美國嘅一啲重要企業嘅一啲嘅股票啦，或者一啲值錢嘅實質資產，例如黃金。而呢一啲咁嘅叫做發展中國家啦，即係括弧包括日本同埋中國啦，即係喺 WTO 嚟講咧，好多人都係認自己係發展中國家，因為係有個優勢存在啦。呢個我哋容後再講。咁咧，佢哋呢啲國家咧就透住呢一種嘅方法咧，就係買下全世界，亦都包括咗咧就買下美國。咁而呢一套咧就會令到美國咧喺其他國家面前咧就變咗弱勢，即係有一個威脅存在。跟住咧，呢本書再舉咗一啲歷史嘅例子啦，去到 justify 佢嗰一套。咁其實咧，你觀乎翻個歷史咧，咁呢個係真實嘅一啲嘅歷史嘅例證嚟。咁其實佢又冇亂咁吹水啊、作大啦。因為譬如我哋一路都覺得，喂，美國係一個嘅世界警察啦，咁佢靠住佢嘅軍力同埋佢嗰一套嘅金融系統，即係括弧美金啦，係叫統治全世界。咁其實佢 suppose 係一個嘅自由貿易嘅重要嘅支持者。
亦都係自由者，亦都係得益者嚟嘅。咁但係其實咧，你要睇翻呢個嘅美國嘅歷史咧，其實佢又唔係真係完全支持咧我哋呢個年代所了解嘅自由貿易。其實咧，以往一貫嘅美國對自由貿易嘅理解咧，其實係一種嘅公平貿易，即係唔係純粹不同嘅國家之間係零關稅，而且嗰一啲嘅貨物咧係能夠互相流通咧，咁就叫自由貿易。當中咧係仲有一個嘅公平貿易嘅元素。如果當其他國家對佢本身嘅國內嘅工業咧，有一種好無理嘅資助，然之後咧再傾銷去到其他國家咧，你站喺美國嘅歷史去睇咧，其實呢一套咧就唔能夠被稱為自由貿易，因為當中咧就缺乏咗公平嘅一個元素。嗱，咁喺1861年至到1932年期間咧，美國嘅平均關稅稅率咧，其實係維持緊40%左右嘅。而呢一套嘅貿易保護主義咧，亦都係防止咗外地，即係當時嘅一啲嘅歐洲國家啦，對自己嗰啲嘅工業進行資助，繼而再傾銷去美國嘅呢啲嘅情況。所以咧，美國嘅工業發展咧，喺嗰個時期咧係非常之厲害嘅。亦都係發展到一個階段，可以喺二戰嗰陣咧，就資助一啲嘅歐洲國家，或者甚至係中國咧，去對抗住當時所謂嘅軸心國。之後去到列根時代咧，其實列根都喺啲公開場合嗰度咧，就多次都講啦，呢一套嘅自由貿易咧，就唔係淨係自由貿易嘅，佢又包括咗啱啱所提到一啲嘅公平貿易嘅元素。如果你係有一啲傾銷啊、過分資助嘅情況下咧，呢一個咧美國都不能夠接受嘅。而去到呢個年代，呢一套就開始改弦易轍咧，就喺蘇聯倒台之後。你諗下喺蘇聯仲未倒台嗰陣咧，美國喺全球最大嘅敵手就當然係蘇聯啦。你如果一路 keep 住我哋而家呢個年代所認為嘅零關稅自由貿易主義咧，就有機會俾蘇聯咧賺咗好多嘅外匯。但係當你蘇聯倒台之後，美國成為全球嘅第一大國，而且個國力咧係拋離其他國家極多嘅情況下，美國咧就嗰陣就絕對唔介意俾其他國家賺取一啲嘅外匯，因為就算佢哋賺咗好多外匯嘅情況下都好啦，都唔能夠對美國咧構成一個好重要嘅威脅。但係隨住中國喺2000年加入世貿之後咧，中國咧就慢慢追到上嚟，成為咗世界嘅第二強國。而且咧，對於呢個萊澤希特嚟講咧，佢係有一個野心喺呢度。佢嘅野心咧就可以展現喺佢嘅一帶一路上邊啦。因為中國係一帶一路嘅領頭羊嚟噶嘛，佢就掀起咗中國、中亞同埋中東嘅一啲國家，拉攏大家成為一個嘅盟友，而成為一個嘅類似二戰日本所提及嘅嗰一啲嘅大東亞共榮圈。而家今日咧就變咗呢個一帶一路共榮圈。呢個萊特希澤咧，其實佢對於一啲嘅經濟學咧，佢都有一個佢自己嘅睇法。譬如我哋以翻我哋中學學過嘅一啲嘅量度每一個國家嘅經濟實力嘅一啲指標去到講先啦。我哋通常係覺得咧，喂，你 GDP 咪一係量度一個國家個經濟實力嘅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咯。而 GDP 咧係中文就係呢個嘅國內生產總值啊嘛。佢就由5個英文字母組成。我諗讀過大家都知，或者大家 Google 下都揾到相關嘅資料啦。就係 C 加 I 加 G 加 S 減 M 啊。你 C 咧係咩嚟咧？就係consumption 啦，中文就係消費啦。而美國咧就係一個嘅消費嘅大國嚟啊嘛。但係咧呢個萊特希澤就覺得，喂，我就真係唔覺得靠住消費咧係能夠彰顯到國家個經濟有幾咁強勁。唯一可以彰顯到咧就係靠呢個嘅生產，即係例如可能係蘇聯嗰陣咧就有個呢個嘅工農指數啊嘛，就係工業加呢個嘅農業先係國家真正嘅可以彰顯到佢實力嘅一啲地方。而消費咧只不過享樂性嘅嘢，其實應該係唔計嘅。而呢個嘅萊特希澤咧，其實就幾 buy 呢一套。佢就覺得啦，呢一啲嘅所謂嘅重要嘅工業或者製造業咧，其實已經係俾外國咧就佔領晒。呢一啲咁嘅製造業咧，其實先係真正推動經濟嘅一啲嘅命脈。佢又講咗一個都幾有趣嘅一個點咧。開頭我都唔係好明呢個點嘅，即係佢話係製造業咧
係改善一個國家嗰個嘅創作力啊、設計力嘅一個嘅好重要嘅元素。咁啊，開頭我唔好明啦，咁啊睇落去啊講啲乜咧？大概係佢就話喺呢個嘅製造業發展期間，你就會研究到一啲嘅方法咧，去改良嗰個嘅生產，咁從而生產到一啲更加好嘅產品，咁啊有助你去出口嘅。咁事實上我哋喺中國咧見到呢點嘅喎，即係譬如你見到嗰啲比亞迪啊，或者吉利嗰啲汽車咧，其實越做越平噶嘛。咁縱使冇咗呢個嘅中國政府嘅資助，佢都係能夠殺出到一條血路噶嘛。咁而去翻另一邊廂呢個嘅美國，咁你睇翻呢個 Elon Musk 嘅自傳咧，其實佢都擺咗好多心力咧，係喺個製造過程嗰度。例如佢發現到某一個生產線或者生產程序咧，有啲成本過高嘅地方咧，佢就會喺嗰個地方咧就大力去到思考，咁喐啲就可能炒晒全 team 人啊，去到更改嗰個嘅生產成本，將個生產成本咧降低。而你個生產成本降低咧，其實就意味住你嗰個嘅技術咧係進步咗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你靠住嗰個嘅製造業嘅精研啊，係可以幫助到你一個嘅創新。咁如果你由呢個角度睇咧，又係幾合理嘅一個講法嚟嘅。嗱，咁以上咧就係呢本書嘅第一個部分嘅一啲嘅重點大綱啦。基本上我都 cover 晒呢扎嘅論點噶啦。咁但係呢本書咧仲有第二、第三、第四部分，相對上咧個重點就冇咁重要嘅。咁但係都係值得睇啦，我覺得。咁第二部分佢就講係China our greatest challenge，即係中國咧係一個好重大嘅挑戰啦，因為佢係繼呢個嘅蘇聯之後咧，係美國最強大嘅敵人啦，咁所以佢就要靠住佢講嘅呢一套理論，去到減少對中國嗰個嘅貿易逆差，去到損害中國嘅國力咧，從而增加翻美國嘅相對國力嘅。咁呢一套咧就係佢全套嘅一個嘅邏輯啦。咁然之後佢再喺其他書嘅章節就嗰度講話要管理呢個嘅全球化啦。咁簡單嚟講咧，真係去全球化啦。咁啊〜再沿住呢個進程咧，不斷有啲所謂佢嘅論證喺度。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套都係源自啱啱我講嘅嗰個嘅方向，即係啱啱呢本書嘅第一 part 啦，就係點解要係將呢套嘅自由貿易主義咧就拋諸腦後，唔好再諗啦，先至能夠可以令到美國再次偉大。咁而家基本上特朗普啦，雖然冇用呢個人繼續成為個貿易代表啦，但係佢咧嗰套思維咧就係完全咧係跟住呢一套嘅。好，咁啊，今條片咧就暫時去到呢度先。咁啊，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 OK 咧，就可以點個讚啦，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最緊要咧就係訂閱呢個嘅頻道啊。咁我而家咧就嘗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出多少少個片量啦，可能 YouTube 嘅演算法咧就有啲幫助嘅。而喺我哋嘅 Patreon 咧都會有啲後續嘅精華，咁啊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成為會員，咁啊有7天嘅試用期，咁入邊 Patreon 咧咁啊首先有無廣告版嘅我哋嘅 YouTube 嘅影片啦。之後咧就有啲比較 detail 啲嘅一啲嘅實證，係嚟呢本書講一啲好詳細嘅例子啊。咁但係詳細嘅例子我就費事擺 YouTube 嘅呢個片段講啦，嗰啲太過 detail。如果你想深度做研究咧，就喺 Patreon 嗰度聽翻啦。咁 YouTube 呢個咧，我係擇其精華，咁啊將一本書最重要嘅重點，加埋我自己所學咧，就濃縮俾大家去到聽一聽。咁希望咧就對大家咧有一個即係有少少即係我做個分享咁啦，唔好話啲咩幫助啊，分享咁樣樣啦。好，咁啊今條片咧就暫時去到呢度先，多謝各位啦。好，拜拜。大家好，我係渾水，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做《摩根家族》，作者係陳潤。呢一本書嘅副題叫做《一個金融帝國的百年傳奇》。呢一本書咧，我就係喺台灣嘅博客來嗰度買翻嚟啦。咁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都經常去台灣，而我亦都發現咧喺幾年前嘅某一個階段啦，呢本書咧都長住喺暢銷書榜嘅豬肉台上面。咁我就決定咧買翻嚟同大家去解讀一下啦。咁所以咧呢一本書咧背後都有好多咧台灣嘅金融 KOL 去寫序嘅。咁至於點解我要做呢一個讀書產品嘅原因咧，其實幾大部分都係因為楊天命楊師傅啊，咁佢就批我條命啦，就話呢幾年咧
我係要做一啲係咁幫人嘅嘢。咁係咁幫人嘅嘢就個性質都幾曖昧啦。第一就係譬如你要將知識去貢獻俾人啦，咁我要幫人哋做 deal，我要做 deal maker 去幫人哋發達啦，幫人哋去上市啦，然後分佣金啦。佢話我自己一個人咧做嘢係唔會有發達嘅，咁但係咧就要我好似而家我一直咁樣啦，就睇好多嘅書同埋讀好多嘅書，就要樂於去同人去分享。咁呢一個就係我做呢一個產品嘅初衷啦。咁我相信咧，每一個大學生，又或者每一個發過 IBank 夢嘅大學生咧，都一定係會有聽過 JP Morgan 同埋 Morgan Stanley 啦。我都係嘅，咁我都有發過 IBank 夢嘅，咁我亦都慶幸咧，第一份工都叫入咗一間唔錯嘅歐資大行啦。咁當然啦，即係同Goldman Sachs、JP Morgan、Morgan Stanley 咧，都仲有少少嘅距離嘅，不過都算係咧一個畢業生夢寐以求嘅工作啦。咁但係喺我哋一般嘅發緊 IBank 夢嘅以前嘅做一脱嘅同學仔嘅腦入面咧，我哋係好少可會理解一間銀行佢點樣去成立，點樣去分家，點解同樣都係 Morgan Family 又有 JP Morgan 又有Morgan Stanley 嘅咧，我哋好少可咧會追溯本源，去揾翻你夢寐以求入嘅嗰一間行，佢嘅歷史發跡嘅源頭到底係啲乜嘢嘢？咁而呢一本書咧，就係解答緊呢一個好重大嘅問題啦。咁我諗我哋不如由一啲簡單嘅基本事實開始講起先啦。咁 JP Morgan 咧本身咧就真係由 JP Morgan 咧係建立嘅。如果你要講翻佢嘅英文名咧，就叫做 John Pierpont Morgan 啦。咁佢係喺1894年成立嘅。咁而 JP Morgan 咧唔算係成個 Morgan Family 入面一個第一個最有影響力嘅人啦。咁當然啦，如果計翻 Morgan Family 超過100年歷史去計咧，佢係最有影響力嘅。咁但係咧，佢嘅祖父輩咧本身由零開始發跡咧，都係有佢嘅嗰個影響力。而 JP Morgan 咧對上有一個幾出名嘅祖父輩啦，就叫做 J.S. Morgan、Julius Spencer Morgan。咁而呢一個嘅 Morgan Family 咧，係即係由佢奠定咗好多佢哋家族嘅基礎啦。咁跟住傳到去咧富二代嘅 JP Morgan，再將佢咧發揚光大嘅。咁所以咧，你要了解 JP Morgan 點解咁勁咧？你係要了解 J.S. Morgan 嘅。咁而 J.S. Morgan 咧，佢點解又會咁勁咧？其實佢係本身咧係一條好細嘅村入面咧，就做緊一啲好簡單嘅貿易工作嘅。咁佢亦都開始咧就食正住咧成個美國獨立嘅一個經濟嘅紅利啦，咁就慢慢咧叫做彈起啦。咁佢本身咧喺個村入面咧，佢係做緊嘅工作就係好簡單嘅貿易啦。咁但係慢慢咧，佢就開始咧就接觸一啲地產行業啦。咁譬如佢喺個村入面，佢發現咧原來有好多嘅貿易地方或者好多嘅商人咧，都會聚集咗喺某一間酒店嗰度喎。咁然後咧，佢就開始咧就用自己現有嘅資本就收購咗嗰間酒店啦，跟住亦都做一啲唔錯嘅翻新啦。咁慢慢咧，嗰一間酒店咧就成為咗咧佢哋當地嘅一個地區幾重要嘅一個商人嘅聚腳點。然後佢就透過咧呢一個類似會所形式嘅聚腳點咧，就建立咗好多嘅 network 啦，亦都慢慢咧就有好多嘅 deal flow 啦。咁甚至乎咧，佢亦都同佢嘅合夥人啦，叫做Peabody 咧，咁然後就即係成立咗一間嘅貿易嘅公司啦。咁呢一度都可以講下一啲商業上面嘅歷史嘅，就係譬如我哋可能會諗起 Swire 啦。咁 Swire 即係斯維亞家族佢哋建立出嚟嘅一個帝國啦、太古啦。咁可能我哋又會諗起譬如 PwC 咁樣啦。咁其實佢都係3間公司組合而成啦。咁喺我哋上一個世代咧，呢一啲 big name 咧，佢通常都係 name after family 嘅。呢一個係佢哋建立出嚟嘅嗰一個特色嚟嘅，就係本身咧都係以家庭作為本位。咁點解 JP Morgan 去到今時今刻咧都係叫做 JP Morgan 咧？其實個 Morgan 咧本身就係講緊一個人，
就係一個家族、一個城市、一個 family 慢慢傳承到而家。咁當然咧，經過咗100年嘅洗禮啦，再加埋資本市場嘅即係躍進啦，再加埋一啲法律上面嘅限制啦，咁 J.P. Morgan 咧嘅嗰個家族嘅遺風咧，都已經越嚟越少啦。咁以前咧嘅商行咧係會用家庭作為單位嘅，咁所以 Morgan 同埋呢一個 Pierre Bondi 佢哋會合併變成咗一間商行，咁就去run 呢一個嘅business 啦。Jardine 嗰啲其實都係咁樣而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個都係一個簡單嘅基礎知識咯。咁而講到 Morgan Family 咧，咁都不得不提咧，曾經我同白兵咧都做過一集嘅節目。咁白兵就問我啦，佢話其實一啲大有錢嘅家族咧，佢哋點樣去栽培佢哋嘅下一代咧？因為嗰陣時就講到啦，阿四叔啱啱離世，咁四叔嘅財產咧就分配咗俾佢2個嘅後人啦，咁啊李家傑同埋李嘉誠啦。中間亦都係相對和平嘅，暫時呢一刻咧都係和諧嘅，分工清晰，亦都冇任何爭家產嘅狀況。咁但係調翻轉咧，新世界嘅嗰個家族嘅傳承咧，又好似俾人哋覺得有少少咧似大宅門，又或者係呢一個家庭宮鬥劇嘅嗰個感覺喎。咁到底家族嘅傳承係應該要點樣去做咧？亦都再睇翻咧。成哥就係用基金會嘅方式，跟住亦都係將佢副身家咧就分咗俾2位嘅公子啦。咁李澤鉅就係負責一啲咧好基建、好大笨象，亦都係好 traditional conglomerate 一啲綜合性企業嘅部分咧，就由李澤鉅去睇嘅。李澤楷咧就分到錢，亦都可以咧係做佢想做嘅嘢，包括保險啦、媒體行業啦。一啲科技嘅投資咁樣啦，咁基本上咧就分好晒嗰啲嘅家產，咁同埋佢哋嘅傳承，亦都叫做得幾妥當啦，幾出色啦。咁但係去到 Morgan Family，佢哋嘅傳承係點樣做咧？佢哋嘅傳承係行緊教父制嘅。教父制即係咩意思咧？呢一個都係我同 business partner 咧。有時傾一啲湊仔經嘅時候，我嘗試用一啲非育嬰，然後好商業嘅角度去灌輸佢，或者同佢分享嘅一啲理念啦。因為咧，以前嘅嗰個社會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啦 ，Morgan Family 佢係建立咗 Morgan 呢一個字頭嘅公司啦 ，J.P. Morgan 調翻轉 Swire 亦都建立咗一個以佢哋家族命名嘅公司啦。咁我頭先都講到咧。就係 J.P. Morgan 嘅祖父輩 J.S. Morgan 咧，同佢嘅 business partner 啦 Pierre Bondi 咧，係整咗一間公司出嚟嘅。咁而呢個 Pierre Bondi 咧，就係佢哋家族嘅教父角色，係會教佢好多唔同嘅道理、唔同嘅實戰知識。呢一樣嘢咧係幾有趣嘅。即係雖然我就暫時係單身冇小朋友啦，但係你可以回憶翻你青春期嘅時候嗰個反叛歲月咧，你係唔會聽你嘅屋企人講緊啲乜嘢嘢嘅。但係你而家去翻中年嘅時候，你亦都不得不佩服咧，你屋企人總有一啲嘅道理咧係幾啱嘅。但係嗰陣時因為你反叛期，你唔會聽啊嘛。咁而你點樣可以敵得過呢個反叛期咧？就係你要揾一個契爺。揾一個教父，嗰個教父咧，理論上咧，佢係會錫住你嘅，因為你係佢嘅角身啊嘛。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又未必好似親人咁錫住你喎。但係咧，佢又同你嘅老豆係相識嘅。調翻轉咧，你喺反叛期嘅嗰個階段咧，你未必聽你老豆話嘅，但係咧，你可能亦都會好欣賞呢一位嘅教父。所以咧，有一啲嘅道理。有一啲嘅知識，老豆唔係咁容易傳俾個仔嘅，可能咧個仔咧都係要經歷咗一啲嘅洗禮啦、浸淫嘅階段咧，先至可以掌握得到。但係老豆嘅 business partner as 一個教父咧，就可以將呢啲知識傳承俾個仔。咁所以 J.P. Morgan 咧，其中一個家族嘅傳承咧，就係呢一樣嘢啦。咁當然啦，呢一本書咧就冇辦法用10分鐘咧可以講晒啦。譬如J.P. Morgan 同埋 Morgan Stanley 點解要分家咧？點解 J.P. Morgan 佢可以打得贏 Rockefeller 或者分庭抗禮
或者同卡內基呢一啲咁大嘅家族係叫做對抗，或者有時候係合作，然後又屹立不倒咧。J.P. Morgan 作為一個金融家，佢點樣至少有2次美國面對重大嘅金融危機都可以幫美國渡過難關咧？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 story 咧，都係非常之有趣。你亦都會見到咧，一個金融嘅家族點樣影響美國嘅政治，甚至乎會成為咗好多陰謀論者咧，將佢會塑造成為一個魔鬼啊、深層政府啊等等嘅嗰個脈絡係點樣去堆砌出嚟？就係因為曾經呢一班人，佢哋固然係富可敵國啦，亦都係好有影響力嘅。咁而我今次呢一本書就簡單同大家講咗少少 J.P. Morgan Family 嘅一啲東西啦。咁有更加多嘅嘢咧，就會擺咗喺我哋呢一個嘅 YouTube channel 嘅會員後續精華。咁所以咧，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叫做訂閱我哋嘅 Patreon 啦。咁我哋嘅 Patreon 咧係會將每一本書一啲好重要嘅重點咧，就再勾畫翻出嚟啦。同一時間咧，亦都會將嗰啲嘅章節咧，就變成一啲同大家喺而家當世之下咧，可以叫做 engage 到嘅內容咧，再 present 一次。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訂閱我哋嘅 Patreon 啦。咁我哋嘅 Patreon 咧係會將本書嘅後續精華咧，係再同大家講多啲，講得更加清清楚楚。咁而我哋嘅 Patreon 咧係有7日嘅免費嘅，咁所以咧大家就馬上訂閱咗佢先啦。咁我亦都會咧定時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睇過啲咩書。咁同埋大家一定要多謝楊天明楊師傅，冇佢呢一個 idea 咧，我係唔會做呢一件事嘅。The shortest history of economics 係啦，就係呢一位咧叫做 Andrew Haidt 嘅人咧去寫嘅。咁我就睇中文版嘅，所以咧我都建議大家去睇中文版啦，因為我諗出版社咧佢都係將呢一個 shortest history of economics 咧就譯做中文版，就攞咗嗰個發行權啦。咁佢嗰個中文版咧個名咧，哇！我真係打中文好差，我係啲咧低能仔打九方嘅。咁但係咧我呢部機咧又裝唔到九方，所以咧唉瀨嘢啦，真係俾人笑死啊！真係經濟中的小，唉，真係小時候點解要學九方，唔學好速成倉頡咧？就係呢一本書啦。咁就係 The Shortest History of Economics 啦，The Powerful Story of Economic Ideas and Forces That Shape Our World。咁呢一本書咧，點解要推介咧？第一就係人哋送俾我啦，咁所以我就睇晒成本書啦。喂，台灣一個書商送俾我喎，咁我當然係好感激啦。咁第二咧就係呢一本書咧，我覺得寫得非常之深入淺出嘅。因為咧，我而家好中意帶住啲書就周圍去唔同嘅飯局啦，因為我成日都搭交通工具啊嘛，咁交通工具入面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啦，咁經常都會有好多時間去睇書啦，我就開始 detox 嘅，就少啲用手機，一去到地鐵啊、叮叮啊，我就攞本書出嚟睇嘅啦，咁就希望可以即係遠離一下呢一啲藍光啊，或者遠離一下嗰種好資訊澎湃嘅嗰種緊張感啦，咁所以就睇書啦。咁所以咧，我去飯局食飯嘅時候咧，有啲人好 surprise 就話：喂，呢啲書係一啲科普簡單嘅讀物喎。咁你都讀咗咁多年經濟學啦，你 degree 都攞埋啦，中大經濟系，然後你可以讀 MPhil 噶嘛？你點會走去睇翻呢一啲嘢咧？你會唔會本末倒置咗啊？跟住我又同佢講，其實唔係嘅，因為咧科普讀物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咧，都係有一啲新思維嘅refresh 嘅感覺嘅。首先科普咧，你唔好覺得咧係啲低級嘢先，因為最勁嘅嗰一啲經濟學家咧，佢哋都好中意寫科普類嘅書或者寫教科書嘅。即係當然啦，佢哋最勁嘅都就係佢哋嗰份論文啦。咁嗰份論文係會令到佢哋攞諾貝爾獎啦，又或者令到佢響朵噶嘛。咁但係佢哋都係會寫啲科普性質嘅讀物咧，就係為咗接觸更廣泛嘅受眾啦。咁譬如阿斯蒙菇啦，最新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啦，AJR 啦，仲有個阿斯蒙菇就太出名啦。
J 就係 James 唔知乜鬼嘢啦，唔記得咗啦。咁佢哋咪寫咗一本科普啲嘅書，就係 Why Nation Fail 啦。咁但係 Why Nation Fail 同埋佢哋攞諾貝爾經濟學獎咧嘅嗰個 theory 咧係相關嘅，但係都有啲距離嘅。即係佢哋做嘅嗰個科學方法咧係冇喺 Why Nation Fail 呢一本相對簡單嘅科普讀物嗰度 present 出嚟。咁但係你讀 Why Nation Fail 嘅時候，因為可能你本身淨係識歷史嘅，識大歷史嘅，你唔識經濟學嘅話，你都會覺得睇得津津有味啦。咁所以科普讀物咧都有科普讀物厲害嘅地方啦，譬如 Bernanke 咁樣啦 ，Bernanke 嘅教科書都係大學會用啦。咁但係 Bernanke 佢攞諾貝爾獎係因為佢叫人哋印錢嘅嗰份論文啊嘛。咁我哋讀嘅時候係讀佢寫嘅教科書啫。咁佢嘅論文我哋當然都係會睇下啦。但係其實又唔係話一個正常大學嘅教程入面，你齋讀一篇論文噶嘛。咁所以有時候咧呢一啲嘅教科書式嘅嘢或者科普類嘅讀物咧，我都會睇嘅。咁呢一本書寫得比較好嘅地方就係在於啲乜嘢嘢咧？第一就係你會明白嗰個譯名點解同佢個英文係有咁大嘅落差。即係英文叫做 The Shortest History of Economics 啊嘛。咁你可能會 expect 佢講緊經濟史啦，可能佢係阿斯蒙古，可能佢係 Douglas North，咁佢會講一啲經濟學嘅史嘅。又或者可能你當佢係史景遷咁樣啦，佢可能係講緊一啲大歷史相關嘅嘢。咁但係佢又唔係好係嘅，即係中文嗰個譯法咧就比較似佢嗰本書嘅嗰個 structure 咯，就係佢會將人類同經濟嗰個文明發展嘅每一個階段咧，就有一啲叫做大觀念啦。然後佢中間又會穿插一啲嘅小故事啦。嗱，其實咁講咧好鬼棘嘅，可能你未必明白我講緊啲乜嘢嘢啦。咁譬如我而家揭其中一章去講啦，咁啊第五章。咁第五章咧就係講緊咧貿易大航海同埋科技嘅嗰個年代啦，咁亦都係工業革命之後嘅嗰個年代啦。咁佢就會講翻嗰陣時嘅歷史到底發生咗啲乜嘢嘢喎？因為譬如咁啱喺18世紀、19世紀嘅時候咧，又有中英嘅鴉片戰爭啦，跟住咧亦都有美國嘅獨立戰爭啦。咁亦都牽涉到一啲意識形態上面嘅衝突啊嘛，譬如重商主義、重農主義等等咁樣啦。咁亦都由1846年嘅谷物法嘅廢除就開始咧，就令到自由主義就慢慢蓋過咗重商主義咁樣啦。咁其實頭先講嗰啲嘢咧，都係我中學已經識嘅嘢嚟㗎。咁但係佢能夠可以即係寫得好嘅地方，就係佢將一啲連我都中學都已經識嘅嘢，又或者我已經讀咗咁多年經濟學嘅嘢，佢都可以用一個好好講故事嘅方法去講出嚟咯。咁譬如佢會講翻咧，就係其實工業革命咧背後其實亦都可能會伴隨住一啲公司法嘅建立啦，例如有 corporation 啦嘅建立啦，東印度公司啦，跟住東印度公司亦都係第一間股份制嘅公司啊嘛。咁佢會講埋呢一啲咁樣嘅嘢啦。然後中間咧亦都會攝一啲嘅經濟學嘅觀念去講一講咯。咁譬如佢中間亦都會提到就係嗰陣時啱啱就有消費主義嘅興起啦，譬如呢個 Citizen Kane 咁啊，就係美國最勁嘅一套百大嘅片嘅頭嗰10名嚟嘅 Citizen Kane。咁佢就會講下就係呢一啲咁樣嘅創作咧，其實亦都係對應住嗰個時代嘅一啲觀念啊等等咁樣啦。咁又或者我哋可能講另一章咁樣啦，另一章就可能第8章就講話2次世界大戰之間嘅一啲經濟嘅故事啦。咁世界大戰當然對於成個經濟嚟講就係破壞啦，咁但係重建嗰個部分好值得講噶嘛。譬如有呢個馬歇爾計劃就係 sponsor 翻咧，就係歐洲嘅嗰啲地方，幫佢哋扶植翻個經濟，等咧呢一個社會或者成個國際社會去回復翻穩定啦。又或者去講翻咧就係呢一個都係一個我經常引以為鑑嘅小故事嘅，就係你贏唔可以贏得太盡啊，因為你贏得太盡咧，去到最尾咧你係會傷及自身嘅。其中一個最經典嘅例子就係第1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咁就要開和會啦，係咪巴黎和會？又唔鬼記得咗啦。咁開和會嘅時候咧，當時候嘅主流做法咧，就係透過國際方式係逼戰敗國，你係要做一個好巨額嘅賠償，然後你係要不停係咁剝削戰敗國噶嘛。咁而當時候嘅德國咧，就係面對住一個咁樣嘅問題啦，就係德國第1次世界大戰
輸咗啦，跟住咩奧匈帝國係咪都解埋體啊？我啲歷史都而家感冒完之後有少少跳咗啦。咁總之德國就輸咗啦。咁然後戰勝國咧就希望德國咧係要有一個巨額嘅賠償嘅，你係要賠償翻晒俾戰勝國啦。咁跟住你係會令到德國咧，佢為咗要完成嗰啲賠償嘅時候，佢就唯有印銀紙啦，就令到德國有一個好大嘅通脹啦。第二就係你廢除咗人哋嗰個政治制度啦，你就變成咗威瑪嘅共和體制，咁亦都令到當初嘅既得利益者係冇晒啦，咁嗰啲貴族亦都沒落咗啦。你亦都要德國去各地賠翻俾鄰近嘅地區，例如法國咁樣啦。咁所以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咧，當你好屈辱地去對待戰敗國嘅話咧，你嗰一刻你係會得到一個嘅快感嘅。咁但係去到最尾嗰個歷史就話俾我聽，你咪就係扶植咗希特拉出嚟咯。咁希特拉去到最尾，佢咪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令到你哋呢一啲當初嘅戰勝國就有一個更加大嘅政局不穩同埋經濟打擊，甚至乎令到英法嘅世界強國地位都要退出嚟啦，就俾咗蘇聯同埋美國啊嘛。咁而呢一個故事咧都未完嘅，因為就係喺和會嘅時候咧，基本上每一個戰勝國嘅幕僚都係提出一樣嘢，就係你要點樣喺戰敗國身上攞最大嘅利益。唯獨有一個經濟學家咧係跳出嚟就話唔可以咁做，嗰個就係凱恩斯。凱恩斯就話啦，你如果咁樣咧去虐待呢一啲戰敗國，剝削佢嘅利益嘅話，去到最尾係會傷及我哋英國自身嘅利益，因為你去到最尾咧，你嘅鄰近地方咧個政局不穩嘅話咧，咁因為革命咧就好似一種病毒咁樣啊，你係會星火燎原啦，又或者民族主義亦都係嘅一個觀念，你好容易星火燎原噶嘛。咁假如你逼到德國佢要官逼民反啦，佢哋嗰個政治體制 collapse 咗嘅話咧，一星火燎原嘅話咧，政治上面就會將嗰個咧民族主義嘅浪潮咧就針對住你哋嘅而家現有嘅政治體制啦，皇室咧就一次過推翻你哋，係會搞到你哋嘅政治上面好危險啦。第二咧就係凱恩斯，雖然佢都相信有形之手啦，但係 somehow 咧佢都係 buy exchange 呢一個嘅概念噶嘛，即係大家做擅長嘅嘢比較優勢，然後大家去做一個市場經濟 market trading 嘅嗰個概念啦，就係佢都話啦，而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佢都係我哋嘅鄰國嚟嘅，而德國嘅goods and services 嘅輸出係唔渣嘅。德國喺佢哋嘅工業革命之後，佢哋做一啲科技類嘅嘢都係唔渣嘅。咁如果我哋剝削到佢哋係經濟崩潰咗嘅話，變相我哋都冇辦法享受到，就係德國可以生產一啲優質又平嘅 goods and services。去到最尾經濟上，我哋都會傷及自身嘅。咁呢個就係凱恩斯當初就係想力排眾議，就係叫戰勝國唔可以咁苛刻去對待戰敗國啦。咁當然呢個建議係冇人聽啦，因為每一個人都殺紅了眼噶嘛。咁就去到最尾咧，就間接扶植咗呢一個希特拉出嚟，跟住希特拉，然後就橫掃成個世界，就令到大家反而係受到一個更加大嘅利益。所以點解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即係無論係開羅會議啊等等嘅國際體系嘅建立咧，你都會見到就係唔可以對戰敗國有一個過度嘅剝削嘅，即係譬如日本佢嘅經濟係回復得好快嘅，德國其實都係回復得好快，就係當你過度去剝削呢一啲戰敗國嘅話咧，你只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你只會令到咧你嘅鄰國係會被推翻，跟住個政治體制一被推翻嘅話，去到最尾咧都係搞到你嘅啫。咁佢喺呢一啲書入面就會講到呢一啲咁樣幾有趣嘅觀念咯。咁同埋佢係一個幾小故事嘅口袋知識類嘅嘢，譬如佢都會講下Claudia Goldin 啦，亦即係第一位單獨攞到諾貝爾得獎者嘅女經濟學家啦。咁佢會喺講到某一啲嘅 topic 嘅時候就會講啦，譬如講到而家嘅商業發展就好多 ESG 嘅，即係唔好意思啊，因為個作家咧都係澳洲嗰啲比較左少少嗰啲人啦，咁一定係會講啲平權嘅理念啦。咁而 Claudia Goldin 講嘅嗰啲女性經濟學啊、勞工經濟學，其實就好啱而家嗰啲左翼嘅思潮噶嘛。咁啊，亦都會講下就係譬如 Daniel Kahneman 啦，亦即係
behavioral economics 嘅應用啦。咁亦都係透過講而家嘅嗰個股市上面behavioral economics 係點樣去應用得到咧？咁然後講到就係譬如英國戴卓爾夫人，佢係要私有化嘅新自由主義，又或者朱鎔基咁樣，佢係要將呢一啲好僵化嘅國企解體嘅時候，去行翻一個市場經濟嘅時候，咁佢都會攞翻就係海耶克嘅嗰套觀念，就由呢啲嘅小觀念去講翻嗰啲嘅故事咯。咁其實雖然佢就話叫做小故事與大觀念啦，但係喺我嘅眼中咧，佢就係講緊一啲小觀念去配搭翻一個大故事咯。即係本書好睇嘅，咁我都建議大家去睇一睇啦。各位22世紀閱讀筆記嘅讀者，你哋好，歡迎大家多啲 comment、like、share， 最緊要就係撳一撳訂閱嘅鐘仔，同埋可以支持埋我哋嘅 Patreon。我哋嘅 Patreon 係已經開通咗7日嘅免費試用啦，咁希望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見到大家。咁我哋會將一啲書本嘅後續精華內容咧都擺喺 Patreon 嗰度嘅。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近排又再重新睇翻嘅一本書，就係黃仁宇嘅中國大歷史。咁呢一度都搞一個比較難嘅 get 啦。喺我哋呢一個金融界別嘅朋友咧，相信咧對於黃仁勳就唔會咁陌生嘅，因為佢就係英偉達嘅創辦人啦。咁所以咧黃仁勳咧就成為咗大家都會追捧嘅一個 icon 啦。當世人都喺度追捧緊黃仁勳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要面對而家呢一個中美咁複雜嘅格局之下咧，就一定要喺歷史揾答案。比起追捧去發明晶片、芯片嘅黃仁勳咧，我就更加想了解多啲喺歷史上面可以勾出唔同智慧嘅黃仁宇博士。黃仁宇咧嘅出身背景咧都非常之有趣嘅，同黃仁勳都有相似嘅地方，就係本身佢哋咧都係台灣嘅背景啦。咁但係話黃仁宇係台灣背景都有少少政治不正確，因為佢曾經咧都係中國國民黨，亦都係喺中原大地嗰邊出世嘅。咁只不過後尾佢又冇正式加入共產黨管治緊嘅中原大地啦，然後佢就放棄咗佢嘅軍旅生涯，去咗讀書。咁呢個就係黃仁宇佢由軍人變成咗博士，變成咗學者嘅一個幾有趣嘅經歷啦。咁佢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都好慶幸咧，係得到有一啲比較出名嘅學者咧，係去栽培佢啦。譬如比較出名嘅就係費正清。咁費正清咧就同佢咧就有一個類似師徒同埋研究所所長同埋研究員之間嘅一個關係啦。因為黃仁宇咧佢喺美國嘅發展咧都唔可以話係一帆風順嘅。本身佢就讀新聞系出身啦，後尾咧就變咗做讀歷史系啦。咁然後就喺一啲咧相對唔係咁出名嘅大學嗰度去任教啦。再加埋咧當時候嘅美國就唔係咁左傾啦，對於亞洲人唔係咁友善，加上佢嘅國民黨背景咧，咁就令到啲人會對於佢就覺得係一個流亡者嘅感覺啦。所以喺未遇上費正清之前咧，佢嘅即係學術生涯都唔係行得特別順嘅。咁但係當佢遇上到費正清嘅時候咧，佢嘅學術生涯咧，喺名氣上面就行得比較順，但係喺學術嘅研究方法咧，就原來都係幾大相徑庭嘅。咁嗰個即係同費正清嘅喺研究方法學上面嘅一啲不協調性咧，喺佢中國大歷史入面咧都有提到嘅。咁所以咧，費正清咧就放手俾黃仁宇，就去咗英國劍橋，就同李約瑟咧一齊去做研究。咁而當黃仁宇同英國劍橋嘅李約瑟去合作嘅時候咧，反而就有一種如魚得水嘅感覺啦。因為佢哋都係比較中意研究一啲制度性嘅問題。咁李約瑟最出名嘅就係研究李約瑟難題啊嘛，亦即係研究緊點解中國唔可以好似西方咁樣有一個類似工業革命嘅科技躍進咧？點解中國嘅科技咁落後咧？咁佢係研究呢一啲嘅問題嘅。咁而呢一啲嘅問題咧，就咁從翻儒家經典，又或者一啲講翻心學嘅仁義禮智啊、道德
嘅論述咧，係未必咁容易揾到答案嘅。所以咧喺呢一個層面嚟講咧，黃仁宇個研究方法咧就比較偏向大歷史啦，同埋制度啦，係一啲比較 mechanical 嘅工具理性嘅嗰個派系嘅。咁同李約瑟嘅研究方法咧就比較類似多啲，咁所以咧佢同李約瑟嘅合作咧就比較順暢一啲咯。咁我哋都不妨講下呢一本書啦，《中國大歷史》點解咁值得去講呢？咁因為呢一本書咧就係黃仁宇佢最出名嘅兩本書之一。黃仁宇有兩本嘅歷史普及作品係非常之出名嘅，一本就係《萬曆15年》啦，講明朝嘅，亦都解釋翻就係點解明朝係會滅亡啦。萬曆15年本身係非常之和平嘅，咁但係原來都係危機四伏，有好多暗湧，有好多制度性嘅問題咧，就係喺萬曆15年嘅時候咧，就慢慢顯現咗出嚟，之後咧就變成咗一個骨牌效應，就引導到咧明朝就走向咗滅亡之路。咁呢一啲咧好中意用大歷史觀念啦、制度啦，或者去除咗意識形態，去除咗分析個別嘅歷史人物嘅中間啊、善惡啊，呢一種咁樣嘅工具切入點咧，就係黃仁宇講大歷史嘅其中一個最核心嘅 idea 啦。咁呢個就係萬曆15年啦。咁至於中國大歷史咧，就係講緊啲乜嘢嘢咧？就係佢將咧我哋中國以前讀嘅由信史年代去到而家當刻呢所謂幾千年嘅歷史入面咧，就嘗試用兩套嘅觀念咧去解釋翻出嚟嘅。咁呢兩套嘅觀念咧，亦都可以睇得出咧，就係黃仁宇唔係咁想用一啲道德啊、歷史人物嘅善惡啊、中間啊，比較係中意用一啲咧好現代科學式嘅思維，一啲工具理性上面嘅一啲考量咧，去分析翻點解中國嘅歷史進程係咁樣啦。咁而黃仁宇嘅最大兩個工具咧，呢一度就講出嚟啦。第一，佢就好中意講咧，就係中國係缺乏一個數字化嘅管理，缺乏數字化嘅管理咧，呢一個嘅觀念咧，本身就係好 mechanical 嘅，好機械性、好制度性、好工具性。而呢一樣嘢點解會成為咗咁多人會議論呢？又或者佢比起我哋呢一啲後學之輩嘅 insight 係啲乜嘢嘢呢？就係在於咧要放低對於個別嘅歷史人物嘅批判，或者從一啲儒學啊、道德出發嘅嗰一種想法。缺乏數字化嘅管理咧，呢一個嘅概念咧係可以解釋到好多嘅狀況嘅。譬如以翻黃仁宇佢最擅長、最厲害嘅明朝作為例子啦，因為佢嘅博士論文係講明朝嘅漕運啊嘛，所以佢對明朝係有一個好充分嘅了解嘅。缺乏數字化嘅管理咧，可以有幾個嘅 dimension。第一就係個管理好混亂啦，因為數字咧係客觀嘅，而你冇一個有系統式去搜集數據嘅系統，又或者整理數據嘅系統咧，你係好難做到一個好好嘅決策。而缺乏數字化嘅管理系統咧，亦都係間接解釋咗點解明朝或者以前中國嘅嗰一啲嘅朝代個決策係可以咁混亂，就係因為你根本喺第一個做決策嘅步驟，你都冇辦法完整地可以做得到，就係搜集到一啲客觀正常嘅數據，因為你冇管理啊嘛，根本你係連數據嘅搜集你都冇做得好清楚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決策呢？第二點就係講緊呢一啲譬如人口嘅計算啦，又或者去到最重要啦，就係稅務上面嘅計算咧，呢一啲嘅管理如果做得唔好嘅話咧，亦都係可以引起軒然大波嘅，因為中國長期咧都係要收人頭稅啦。咁呢一個人頭稅其實係可以有唔同嘅演繹咧。第一就係你嗰個戶籍嘅制度有冇做得好好咧？譬如有另一位台灣嘅知名學者叫做杜正勝老師咧，佢係提出咗編戶齊民嘅呢一樣嘢啊嘛。其實同黃仁宇講嘅缺乏數字化管理咧係有少少相通嘅地方，就係講緊咧
基本上咧，由秦朝去到而家，或者去到周朝到而家咧，我哋呢一啲百姓咧，就可以用編戶齊民嘅方式去解釋得到，就係我哋都係啲戶籍嘅人口單位。咁呢啲戶籍嘅人口單位咧，喺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嘅管理概念入面咧，就係到底你能唔能夠收到佢稅？你如果收到佢稅嘅話咧，即係代表咧佢係一個被你統治嘅一個單位。你收唔到佢稅嘅話咧，即係代表咧佢係化外嘅野民啊！咁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都好中意講華夷之別啊嘛，華就係講緊有文化道統繼承嘅一個管治集團，你管唔到嗰啲人咧，叫做夷，亦即係盲夷戎狄嘅嗰啲夷。咁所以咧，缺乏數字化管理咧，其中一個彰顯咧就係你根本冇一個好好嘅財政。包括稅收，包括支出嘅計算，亦都係去翻就係明朝、唐朝，甚至乎好多個嘅年代咧，都係會將皇帝嘅個人 pocket 就等同國家嘅個人 pocket。咁喺清朝嘅時候，因為有更加多嘅文獻記錄，更加容易解釋呢一樣嘢啦。譬如北洋艦隊嘅水軍嘅軍費就攞咗去開發呢一個圓明園啊嘛，亦都係為咗應付呢一個慈禧嘅生日啊嘛。咁呢啲就係數字化嘅管理，冇辦法將一啲公嘅錢同埋私嘅錢分開。咁其實呢一個就係黃仁宇好中意強調嘅一個 point， 就係喺一個大歷史嘅角度，就係所謂大歷史係咩意思呢？就係用一啲簡單嘅概念去解釋咧以前一啲嘅歷史狀況。我俾幾個例子，大家就會明噶啦。譬如上年啦，有一位好出名嘅人類學家或者歷史學家或者政治學家啦、人文學家啦，叫做 James Scott。咁佢最出名咧就寫咗一本書叫做《反谷》。簡單啲嚟講咧，佢嘅嗰個意識形態咧，同我哋嘅友好白兵所相信嘅嗰一樣嘢係比較類似嘅。佢就覺得咧，而家嘅文明咧係退步嘅，就係因為咧我哋過度依賴穀物，咁依賴穀物咧係會衍生一系列嘅嘢。首先，我哋嘅營養係唔夠嗰一啲真係游牧民族咁勁啦，因為佢哋係食好多蛋白質，所以佢哋好打過我哋啦。咁然後你要依賴穀物，點解咧？就係因為穀物咧係跟住塊田嘅，冇得走噶嘛，佢係 move 唔到噶嘛。游牧民族係流動性極高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種穀物嘅農民嘅話咧，嗰啲田我睇得到、數得到就可以收稅。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就衍生咗可能有簡單嘅簿記啦、會計嘅帳目啦，跟住就變成咗一個城市嘅管理啦。然後所謂起一個牆出嚟去圈住嗰一班人咧，就係因為咧你係要圈住嗰一啲咧可以收到稅嘅單位，去配合翻成個統治嘅特性。咁呢啲咧就係農耕文明同埋游牧文明之間嘅嗰個分別。James Scott 就係用呢一樣嘢去解釋人類文明嘅演變。又或者去到Jared Diamond 啦，亦即係槍炮、細菌與鋼鐵嘅呢一位學者啦，咁佢就好中意用呢一個地理決定論咧，就去決定咧翻咧就係嗰個歷史嘅嗰個演變啦，就係譬如殖民者同埋被殖民者之間嘅一啲關係啦，點樣引入咗病菌去一啲被殖民嘅地方，然後就令到佢哋死亡，跟住就去管治到呢個地方啦。咁亦都有其他嘅學者咧，係好中意用呢一啲大嘅觀念去解釋一啲歷史嘅現象，例如最近前兩年嘅唔係最近呢一年嘅諾貝爾經濟學者啦，阿斯蒙姑。咁阿斯蒙姑咧，佢亦都係用緊咧就係一啲殖民者死亡嘅概念，去變成咗一啲自然科學嘅實驗，類似啦自然科學嘅實驗咧，去解釋翻被殖民嘅狀況，就係原來有一啲嘅經濟體咧係吸納型嘅，有一啲咧係榨取型嘅。吸納型同埋榨取型嘅呢一啲嘅觀念係用嚟解釋歷史嘅。咁至於黃仁宇咧，佢用嘅兩套觀念啦，第一套就係數字化嘅管理啦，第二套咧就係潛水艇夾麵包嘅一個中國嘅社會三層結構。咁呢個就係黃仁宇經常會用嘅一個觀念。乜嘢意思咧？就係一塊潛水艇麵包咧，其實即係漢堡包。咁佢就中意用潛水艇麵包去解釋呢一樣嘢啦。咁有兩塊包，同埋中間夾住啲餡噶嘛。上面嗰塊包咧就係講緊咧一啲士大夫或者係文官嘅制度。下面嘅嗰塊包咧就係講緊一啲編戶齊民，
一啲升斗市民，一啲普通嘅農民啊，或者係市民之間嘅一啲最低下嘅階層咧，士農工商呢一班人啦。總之佢唔係管治團隊嘅一份子。咁中間嗰一嚿嘢係啲乜嘢嘢咧？就係個餡係楞住兩塊包嘅。換言之，可以將一啲底層嘅市民同埋上層嘅精英連結起上嚟咧，就係一啲管治嘅力量。咁喺中國嘅嗰個角度去睇咧，就係皇權嘅形成啦。咁呢個咧就係另一套架撐，另一種思考嘅工具咧，係黃仁宇經常喺佢本書嗰度會講出嚟嘅。咁我哋今次就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嘅後續精華咧，就會再細分去講下呢一本書入面有啲乜嘢嘅要點嘅。咁啊，希望大家多啲 comment、like、shares， 最緊要就係撳一撳訂閱嘅鐘仔，同埋支持翻我哋嘅 Patreon 係有7日嘅免費嘅。希望喺 Patreon 見到大家。大家好，今日想分享下商朝同埋周朝嘅歷史啊。咁喺呢幾年咧，大陸就好流行一本書咧，就叫剪商啊。剪咧就係煎魚個煎下邊唔要4點咧，加羽毛嗰個羽字，呢個就係剪商個剪啦。商就係商朝嗰個商啦。咁啊呢本書咧喺大陸好流行個原因咧，就係佢嗰個中華史觀咧就非常之厲害啊。咁啊，即係佢寫咗譬如夏朝嘅歷史咧，就係嚟自呢個嘅華北呢個二里頭嘅地方。咁啊，當然係近年隨住一啲嘅考古啊或者發掘工作就越嚟越犀利啦。佢就覺得嗰個地方咧就係夏朝。咁但係咧，對於一啲即係嚴謹啲嘅歷史學派嚟講咧，夏朝只不過係一個嘅神話，一個傳說嚟啊嘛。咁事關係夏朝嗰陣咧，就冇呢個嘅文字就被發明嘅。咁所以嗰個年代咧，而家嚟睇就唔係一個嘅信史嘅年代。咁一路去到商朝啦，有甲骨文嘅發明，咁先至進入一個信史嘅時代。咁嗰啲歷史遺留落嚟嘅文獻咧，先至叫做可信一啲。咁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夏朝咧就只不過係傳說。咁啊，但係啦，呢本書都幾肯定，就講咗呢個華北地區嘅二里頭文化圈就係夏朝。咁所以睇到好多啲小粉紅咧，就覺得非常之亢奮啊、興奮咁嘅樣。咁但係呢個係唔係事實咧，都需要即係再多啲考證啦。同埋嗰個年代其實中國嚟講咧，都有好多不同嘅地區或者有啲部落咧，係不停喺度自己生長緊嘅。咁佢同一時代就有呢個嘅三星堆嘅文化圈啦，就出現喺四川成都一帶。咁其實嗰個年代咧，咁啱得咁巧，就係商朝之前嘅一個時代嚟嘅。咁你如果按翻嗰個時間去睇咧，嗰個就係一個夏朝嗰個嘅年代。咁點解三星堆文化就唔係夏朝，而係二里頭地區先係夏朝咧？咁呢個係講唔通噶嘛？因為你而家想講一個中華嘅歷史發源論嘅話咧，咁你就一個核心嘅啫，就係華北地區啊嘛。咁點解其他地區又有一啲即係所謂嘅文明出現咧？咁呢個係講唔通噶嘛。咁所以呢本書咧，嗰啲可信程度咧，都唔係話好高好高。咁但係佢都夾雜住一啲真係叫做史料啦，一啲信史式嘅史料，同埋係參考咗一啲現代嘅考古嘅工程。所以佢就某程度上咧係有啲可信，但唔能夠咧係完全可信嘅。咁同埋佢都嘗試解釋咗究竟商朝嗰陣咧嗰一個國家嘅文化係點樣樣啦，一路去到一個嘅周朝嗰個文化上咧有啲乜嘢嘅轉變。咁都係呢本書咧 cover 咗嘅地方。咁但係大家睇嗰陣咧，就可能要小心啲啦。咁啊，揀翻啲覺得可信嘅地方出嚟。咁啊，唔係純粹用一個趣味性嘅角度咧去了解呢本書咧，就會比較好少少。好，咁啊，正式開始分享下即係今日嘅主題啦。咁啊，呢本書就大約講咗，喂，咁你商朝點解會出現咧？咁啊，究竟掌握到邊幾種技術咧，就令到佢有一個龐大嘅人口啦，就慢慢變成一個嘅叫做定義上嘅帝國啦。因為帝國嗰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特質咧，就係佢有侵略性噶嘛，即係佢係能夠對外擴張，不斷擴充佢嘅國土，同埋增加佢哋嘅人民。而商朝咧就 exactly 係有呢個嘅特質嘅。咁其實佢掌握到嗰兩種技術咧，就係第一就係一種嘅青銅嘅鑄煉技術。因為嗰陣咧，其實就慢慢係一個嘅新石器時代同埋青銅時代嘅一個嘅交界。咁新石器時代咧就有個特點，就係嗰啲人
個工具咧係一啲石製，咁當然個石製都幾厲害啦，因為佢將啲石咧就打磨成為不同嘅工具啊嘛。咁而最強勁嗰真嘅工具當然係武器啦，即係你將嚿石咧原本翻嚟可能圓揼哚嘅，咁你就將佢打造成一啲嘅尖石，咁然之後再綁喺一啲嘅木棍上面，咁你咪出現咗一個嘅石製嘅武器咯。咁喺嗰個年代嚟講咧，你攞住呢啲武器咧，其實嗰個嘅戰鬥力係大增嘅。咁譬如去到今時今日，你都見到譬如早幾個月嗰個馬鞍山殺人案，咁其實嗰個人就唔識武功或者冇做過啲咩訓練噶嘛，但係你揸住把武器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埋到你身嘅，亦都係嗰個人就對其他人嚟講咧，就產生好大嘅威脅啦。咁所以喺幾千年前咧，亦都係一樣。咁你只要有武器的話咧，其實你戰鬥力就會大增。咁咧，但係石製嘅武器咧，當時係流行啦。咁原因就係你一啲嘅青銅嘅武器咧，就仲未發現係點樣做。咁但係慢慢人咧就發現咗一種物質咧，就叫紅銅嘅。咁但係嗰種嘅紅銅咧，就係未能夠成為咗一個武器嘅主流。咁原因就係嗰啲紅銅咧，就係非常之腍啊。咁當時一啲改變紅銅嘅形狀嘅方法咧，就係十分之簡單。咁就係攞嚿石咧。係鑿嗰個紅銅，咁將佢個形狀咧就變咗形，就成為第一啲嘅工具咁樣樣啦。咁你都諗到，譬如你用石頭都能夠將佢變形的話咧，咁其實佢嘅硬度都係有限嘅，所以就唔能夠成為武器嘅主流啦。咁其後啦，嗰啲人就慢慢發現咗咧，原來你將一啲石同埋鉛加入去紅銅嗰陣咧，其實就會改變咗佢嗰個嘅堅硬度。咁而且咧，你係將佢去到某一個溫度嗰陣咧，你可以將佢鑄成不同嘅形狀。咁啊，然之後可以將佢磨尖佢啊，咁啊成為一個新式嘅武器。咁慢慢呢種武器咧，就取代咗石製武器咧，成為一啲武器嘅主流。咁商朝咧就正正掌握咗呢一種嘅技術，咁啊，從而咧去擴充到佢嘅領地同埋人口。呢個就係佢第一個掌握嘅技術。咁而第二個掌握嘅技術咧，就係水稻耕作嘅技術。因為喺嗰個時代啦，即係你大約係幾千年前咁樣樣啦。咁其實人揾食係得幾個方法嘅啫，一係打獵啦，二就係採集啦，即係採集啲生果啊，一啲嘅樹上嘅植物咧，去到食咁樣樣啦。而第三咧就係種植，咁但係種植都係一啲比較後期啲嘅技術咁樣樣。咁但係咧，商朝就慢慢掌握到種水稻嘅方法啦。咁你都知道，能夠種水稻嗰啲國家咧，係能夠多啲嘅熱量產生。咁你越多嘅熱量啦，咁啊即係等於你可以養活到更加多嘅人口。咁你有人口，亦都有埋啱啱所講，因為青銅技術帶嚟嘅武器，咁你就可以攞住呢兩樣嘢去到配合咧，佔領到更多嘅國土，同埋攞到更加多嘅人口。咁講完商朝嘅技術之後啦，就分享下商代呢一個嘅國家，咁有啲咩嘢嘅特色？咁佢其中一個最明顯嘅特色咧，就係佢好中意攞人咧去到做祭祀嘅。咁啊，而家發掘到好多嘅一啲嘅遺跡咧，都係有一啲嘅人祭嘅礦坑啊。咁嗰啲嘅礦坑咧，就唔係淨係人嘅，咁佢入邊有一啲嘅牛啦、豬啦，同埋人。咁我哋呢個年代可能聽得都比較殘忍啲啊，咁但係可能喺嗰個年代咧，就係一個比較合理嘅祭祀方法。咁啊，商朝咧就嗰啲祭坑咧，其實佢存在嘅原因咧，就向佢哋嘅祖先啦，同埋神咧去到祭祀嘅。咁啊，祭祀得越多咧，咁你上天降臨災難嘅機會咧就會越低。咁我哋呢個年代就覺得非常之殘忍啦。就話講你去到周朝之後咧，其實人祭咧呢樣嘢基本上係消失咗，咁但係剩翻一啲嘅牛啊、豬啊或者雞嘅祭祀咧，我哋就一路去到今時今日咧，我哋都仲會見到啊嘛。即係譬如你有啲朋友開間鋪嘅，新開張都會切個燒豬去到做一啲嘅祭祀儀式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套咧就一路沿流到去今日。咁只不過商朝嗰陣咧就多咗人祭呢一樣嘢。咁其實商朝呢個嘅國家咧，咁佢哋都有佢哋嗰個年代嘅一種嘅道德，咁但係同我哋今時今日或者周朝之後講嘅道德咧，就有啲唔同啦。咁周朝或者之後嘅道德咧，就好講明一種禮噶嘛，即係禮可能係一啲嘅禮樂啦，一啲嘅儀式啦，或者人同人之間嘅尊重。咁但係對於商朝嗰啲人嚟講咧，就比較冷酷啲嘅，亦都比較殘酷啲。咁佢覺得
好崇尚暴力啊，好崇尚一啲嘅侵略啊，一啲咁嘅狀態嘅。咁咧就呢一套咧就慢慢去到商代咧就慢慢冇咗，但係嗰個年代咧就覺得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其實你如果跳翻出我哋呢個時空去諗嗰個年代咧，其實覺得可能就係冇乜嘢，因為事關嗰個年代就係充滿住血腥啦。你諗下你即係有機會係風餐露宿，咁亦都係唔夠資源，甚或講係面對住一啲嘅饑荒啊或者水災咧，係好容易成個文明去到覆滅嘅。咁所以你如果係擁有一定嘅暴力嘅質素或者水平咧，你係更加容易喺其他嘅部落嗰度咧掠取到一啲嘅人口或者資源。咁所以如果你用翻當時個時代去睇呢件事咧，係唔會覺得好奇怪嘅。咁呢一個亦都係商朝一路流傳落去嘅文化啦。咁其實周朝呢個朝代又點樣嚟咧？咁其實你大家可以作簡單嘅理解咧，就係其實本身佢係商朝嘅附庸嚟嘅。咁其實佢係叫做一個羌嘅民族啦，可以叫做羌人啦。因為其實如果你當時以商朝中心說去到睇成個華北嘅形勢咧，只要係俾商朝西方嘅一啲部落或者民族咧，都會被定義為羌人嘅。咁呢啲羌人對於商朝嚟講咧，其實個作用咧就係一個啫，咁就係用佢哋去進行人祭啊嘛。因為商朝擁有一啲強大嘅武力，咁佢喺遠處嘅部落嗰度立咗啲人口啊、奴隸翻嚟啊，咁咪將嗰啲人作為祭獻咯。因為根據佢哋嘅文化咧係咁樣做。咁呢啲國家咧，有時或者部落啦，唔好講國家啦，為咗自保咧，就要討好呢個嘅商朝。咁你要向你嘅上級效忠，咁你一定要付出相應嘅成本㗎嘛。咁所以其實周代啦，或者周呢個部族咧，其實本身個角色定位咧，就係幫商朝去到揾一啲嘅人翻嚟作祭獻嘅。咁但係其實商朝本身都周朝啦，本身都係羌人嚟噶嘛，即係存在喺西邊嘅一啲嘅部族嚟噶嘛。咁其實你某程度上睇咧，其實佢就背叛咗自己嗰班人，而向呢個敵方咧去到獻祭一啲嘅人口，以確保自己嘅安全嘅。咁某程度上睇咧，可以係一個嘅背叛者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嗰陣個形勢就係你可以理解為商朝就擁有一個絕對嘅武力，佢就係周室嘅上級啦。咁你從歷史上邊一個可以睇到呢一個嘅特徵咧？就係你有個歷史記載咧，就係你周文王啊，就曾經有入去商朝殷都嘅一個嘅經歷啦。即係殷都就係商朝嘅一個嘅首都咁樣樣咯。咁咧佢係俾紂王咧曾經監禁過7年嘅。即係如果你有睇最新嗰套大陸上嗰套《封神2》或者第一集咧，都係有記錄呢個嘅周文王就俾紂王咧去到拘禁嘅。咁其實佢個作用就係啱啱所講啦，就向呢個嘅商朝咧就進貢人口。咁啊，但係咧佢喺呢個監禁期間咧，就發明咗一套占卜術啦。咁亦都係流傳到今時今日咧，就叫周易。咁呢一個其實就係後天八卦啦。咁先天八卦就係相傳就伏羲發明嘅。咁後天八卦咧就係呢個周文王發明啦。咁簡單嚟講，呢一套就係一套嘅占卜術啦。而佢亦都透過呢一套嘅占卜術咧，就認為自己有展商嘅可能性，亦都係啱啱提嘅呢本書咧就叫展商嘅來源啦。即係佢覺得自己有方法或者有可能性令到商朝滅亡，咁所以就埋下咗呢一個嘅心。咁啊之後咧，紂王就見佢冇乜威脅啦，就將佢放翻去咧周原啊嗰一個嘅地方去到生活。咁翻到周原之後咧，佢就慢慢組織一啲嘅展商大計。咁其實咧，佢個方法就非常之簡單啦，就聯絡一啲其他嘅部族或者商朝入邊對紂王有意見嘅人咧，去到展商。咁你諗下當時嗰個嘅形勢，咁一啲嘅商朝內部嘅人當然係想取紂王而來之啦，因為做呢個嘅首領或者我哋而家理解嘅一啲嘅最高嘅領導者，當然係有啲咁嘅心態啊嘛。咁大家都想坐佢個位啊嘛。而外邊嗰啲部落咧，其實一路以嚟個角色咧，都係俾商朝去到掠奪人口，去到做奴隸啦，或者做祭獻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睇呢個商朝咧順眼嘅。
但係都叫做屈服於商朝嗰個嘅強大生產力同埋武力底下咧，必須要遵從嘅。咁呢個嘅周文王同埋周武王咧，對呢啲部落咁樣嘅開出一啲嘅 offer 啦，喂，就同佢哋講啦，喂，你如果夾粉夾腳戰勝咗呢個商朝之後咧，你就唔需要再交你嘅人口出嚟，或者能夠避免咗商朝對你哋掠奪人口嘅呢個可能喎。咁啊，用呢個叫做 offer 啦，就慢慢籠絡咗一啲嘅部族。咁啊，最後就去到我哋而家呢個年代或者睇《封神榜》TVB 嗰套咧熟悉嘅一啲嘅劇情啦，就係呢個牧野之戰咧，就大敗呢個紂王嘅軍隊，然之後紂王咧最後就喺鹿台咧就自焚而死。咁其實成件事咧就係咁樣樣嘅。去到之後啦，呢個嘅周室就成為咗天下共主啊嘛，咁佢就慢慢咧將商朝嗰個嘅文化改變，咁你就消除咗人制咧呢一個嘅情況，而其他嘅部落咧亦都唔需要向呢個周室去交出一啲嘅人口俾周室做祭獻，而周室咧亦都唔會向佢哋掠奪人口，咁只需要嗰啲部落咧定期向周室朝貢就可以啦。咁呢個同商朝嗰陣嘅情況咧就完全唔同，咁所以都係好成功咧咁樣去籠絡咗其他部落嘅心。咁呢本書咧都描述到周公就比較有啲行咗秦始皇嗰套焚書坑儒啊，因為佢覺得呢啲嘅人制咧全部都係比較邪惡，或者只不過係商朝先會發生嘅一啲事，咁所以佢就睇呢啲嘅甲骨文嗰度咧就剷除晒呢一啲咁嘅記錄，咁而喺一啲嘅祭坑嗰啲而家嘅考古學發現咧，當然係不能夠避免啦，因為嗰陣嚟講呢啲咁嘅祭坑咧已經係長埋黃土啊，咁作為當時嘅周公，亦都唔係咁輕易咧將呢啲咁嘅礦坑咧去到消滅，咁但係文字上嘅功夫咧，佢係成功消滅到嘅，咁啊目的就係將呢種商朝嘅人際文化或者嗰陣嘅道德咧一併消除，咁避免喺周朝嘅時候咧會有一種咁嘅文化嘅繼承啊，咁簡單嚟講就覺得佢係一種嘅細菌啦，唔能夠喺呢個地球上邊存在。咁總結嚟講咧，我覺得呢本書就某啲情況係可信嘅，咁亦都某啲係我覺得就叫做有啲穿鑿附會啦，同埋為咗個點擊率啊，同埋大家想睇呢本書咧，所以就夾硬寫出嚟。咁例如啱啱提過嘅二里頭文化啦，嗰啲都係有啲叫做穿鑿附會嘅一啲嘅成分。咁但係佢某一啲嘅推測或者推論咧，我覺得係幾合理嘅，即係例如啱啱提過嘅一啲嘅周室。叛亂嘅原因啦，或者佢本身周室嘅對於商朝嘅定位係乜嘢啦，或者佢籠絡其他部落嘅一啲嘅方法啦，呢一啲係合乎一啲嘅社會科學或者利益成本嘅一啲嘅解釋嘅，咁呢啲我相信係可信啲嘅。好，咁啊，咁條片咧就暫時去到呢度先。咁啊，睇下之後如果我有補充的話咧，會喺 Patreon 嗰度咧有個後續嘅 YouTube 精華。咁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咧，可以去睇一睇。咁同埋大家都可以 CLS 我呢個頻道同埋呢條片啦。咁啊，Patreon 咧就有7日嘅免費嘅做會員嘅資格嘅。咁大家可以聽翻晒我呢條片同埋上一條片嘅一啲後續精華啦。咁啊，暫時係免費嘅，咁大家可以聽一聽，睇下啱唔啱心水。好，咁啊，暫時去到呢度先，多謝各位啦，拜拜。